那讲到国定古迹鹿港的天后宫，厝内有开放信徒，那厝内有喜事、有新闻要紧，赞助公彩，会使请回去的妈祖。不想到讲，即马有人甲妈祖请回去了后，就无搁行到转来，搁甲放伫网络咧卖。刚才是互信徒买到，主动甲庙方讲要行。目前警方嘛已经主动调查。 民众的话，家里面有。监视器画面翕到7个月初3穿蓝色顶衫10人来彰化鹿港天后宫，向庙市方面申请一尊做客妈祖要请回去，办完手续了后就甲妈祖神像请摸回去。验估到规行的日子进前，庙市方面确实无多认得到对方。过几啊天，伫初九迄天有其他信众甲这尊妈祖送回来，庙市方面知讲妈祖神像互上网拍卖咯。 他来登记，然后他也提供了一个证件，然后让我们受理登记。可是我们在时间到的时候，发现就是说我们拨打电话的话，一直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，因为时间到了，应该要把妈祖请回来了。庙市讲，甲神像送回来是住伫台中的民众，因为发现上网所买的这个离手的神像有互香火烧乌去的分裂，下面还有天后宫的字，所以讲主动联络，甲神像送行回来。 原来鹿港天后宫是国定古迹，平常时香火真旺，所以讲提供申请做客妈祖，是要互民众厝内底有喜事，也是宫庙了境寄予时使用。无时阵去是互不少人士转卖来趁钱。一定是有要来生意，早要共请新尊的，啊，你共请新尊，佮等共卖掉啊，等么？本分局已向庙方取得相关资料，全案依诈欺、侵占等罪嫌查缉范闲等人到案说明。 警方讲已经主动侦办，会调查这10个人的身份，通知到案说明。鹿港天后宫讲，虽然也有近100尊的做客妈祖，不过这款的手法可能有更加多宫庙一个信众受害，提醒爱提高警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